星級論證。今個星期其實大家睇個市啦，咁啊美伊戰爭都繼續去緊啦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大家都係偏保守啲啦。咁啊，我就利用呢段時間觀察下啲強勢股、弱勢股。咁啊，發現其實港股方面咧，其實都今次呢個美伊戰爭啦，其實可能唔涉及亞洲，即係唔涉及中國啦。咁啊，就你見港股其實相對之下都係一個波動啦。啲股票其實都算係穩定嘅，咁所以我繼續會睇個港交所嘅，咁我就覺得美伊戰爭似乎對港交所唔係太受一個影響。咁今個星期我會睇隻25447啦，咁啊25447就短身去到今年5月底到期嘅，咁啊港交所嘅 call 輪。咁啊，行使價就464個1毫9，咁我就覺得港交所似乎如果企得穩嘅話，特別美伊戰爭如果第日有機會有一個叫做舒緩嘅，咁我諗港股其實都好快會追翻上去。